耳其外长就中国的维吾尔族人问题讲到，我们的期待是在一个中国框架内，我们的维吾尔兄弟姐妹在和平与安宁中幸福生活。在第52届东盟外长会议范围内，东盟秘书长林义辉与泰国外长敦帕玛维奈主持土耳其东盟部门对话伙伴三方会议之后，对阿通社发表声明的教务省奥路谈到埃尔多安在访问中国时提到维吾尔族人问题的教务省奥路说，我们的期待是在一个中国框架内，我们的维吾尔兄弟姐妹在安宁与和平中幸福生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我们的总统访问中国期间，先以土耳其向地区派遣一支代表团。之后，7月24日，中国大使来到我们的部委，正式转达了这一邀请。今天我们也谈到了这一问题，我们的总统原则上乐观答复了这一邀请。现在应中方邀请，我们将向中国派遣一支由不同机构组成的10人代表团，亲眼目睹那里的生活情况。中国政府高层官员意外发表声明，称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大型拘禁计划中，大多数人已经获释，但未提供任何确切数字或具体细节支持这一说法。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埃尔肯图尼亚斯称，关押在政府称为职业培训中心的民众90%已回归社会。这样一个说法要在这个被严密控制的地区进行独立核实近乎不可能，也与海外亲属和人权团体编制的失踪以及拘禁报告不符。自治区主席谢克莱迪扎科尔叶说，多达90%的人已回归社会。政府的含糊措辞令人不禁猜想，获释者可享有多大的自由。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埃及、韩国和加拿大出售总计15亿件武器，其中埃及军政府的交易涉及对海军各种船只的技术支持。这3项交易的公告由国防安全合作局在线公布，该公告不是最终销售，如果国会批准，合同数字可能在未来的谈判中发生变化。莫斯科市法院发言人索洛波瓦周二表示，上周末莫斯科法院在未经授权的示威活动中逮捕了61人。索洛波瓦在莫斯科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已有278份行政记录在法院登记。抗议者星期天游行到市长办公室，以支持那些无法参加9月即将举行的地方议会选举的反对派候选人。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新闻处30日发布公告说，俄罗斯与印度近期签署了向英方提供约1000枚航空导弹的合同。塔斯社援引公告报道说，合同是在前段时间签署的。根据合同，俄方将向英方提供约1000枚各种用途的航空导弹。此前，印度媒体报道说，印度与俄罗斯签署了为印度空军采购R-27空对空导弹的合同，